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我今日我是台语文信望爱的台语老师苏彦德。我今日要念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《盐有味，光会照》。这篇文章是对咱的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13节到16节，互我的灵感。也是有一个牧师，伊是台湾教会公报社社长彭南庭牧师来咱罗德教会演讲的题目。因为安尼，我有感动，所以把这首诗写落来。耶稣讲：“恁是地上的盐，盐若失味，要安怎互伊搁咸？盐是汤头饱，无人嫌；盐是调味品，袂用得欠。盐是饮食料，袂当减。盐若失味，哪像人生有欠点？世上若无盐，人生会面对层层的考验。”耶稣讲：“恁是世间的光，起伫山顶的城看袂牢。基督徒是光，传主福音爱担当。咱是光，对主脚步毋惊路途远。咱是光，对主脚步毋惊风霜。咱是光，传主的真理掘送田园。为主见证，互光照咱的家庄。为主做工，信仰毋通拍远。”耶稣讲：“恁是地上的盐，恁是世间的光。盐有味，光会照。”圣经的话语是良药，希望咱大家会当对这首诗深深来体会。多谢努力。